苗栗县公馆乡沙尾乡是台湾凤州的重要产地。2016年暑假，有一群大学生就看到菜地欠工的问题，发现2日去完工腾จาก鳳州，一條後生人下後行落去沙區，之內強地客團隊大幫田野調查韓國訪談，發現呢菜地嘅錯害文化，一旦唔但將屯歷史完整嘅記錄下來，還拍呢錯害工作坊，發揚沙尾鄉嘅手工藝文化。最近一定係發現做錯害行路，反倒普遍嘅計劃，行出沙尾鄉去拜訪全台灣17個後生團隊，相互觀摩交流。同下時頭，電視小暖，睇麻雀呢後生兒帶定木教育嘅假斧頭，行入鳳州研讀後，上來係會做乜嘅呢？因為鳳州採完的時候呢，現在是睡眠的時候，就是要剪這個枝、這個刺，哈，這個刺把它剪掉呢，然後我們到3月份的時候，那個芽就出來了。用嘅鳳州嘅呢，委託混田來建農，農民工多詳細細。人講嘅集體嚟就一定要了，就像人哋懷孕樣嘅哈，中體生人呢就補胎，就是嚟就被剪下去，一鳳州都要使一層嘅皮料本嘅，先撕皮料，然後將剪嚟安尼。又打咩係苗栗縣公館鄉，台灣就搶也要出產鳳州，種鳳州嘅農民陳顯表。普遍過後，不但上委託作為其他人嘅鳳州業標題，後地有也群後生兒，鳳州業將做定下去。即多按你偏落去就主角要較無案件嘅咧，講較件就因退化嘅啊，唔會做落去，咁麼後生嘅以後做頭路，做頭路嘅冇件嘅話，佢就如果一採樹就唔上乜採樹嘅啦。故所買提起較自然啦。因為老嘅咩，搶嚟都好，我老公要按嘅，我要帶生人嘅話，我就冇辦法剪，所以講當時要睇學生，兩個天數按嘅。新年人前，也群後生兒有100幾位來到沙尾鄉，發現到當年暑假鳳州有好長嘅時期，都會欠工藝，條下馬就會搶來天擇。公館鄉是全台灣唯一的紅棗產地，那其中大半部分跟起源都在石牆村。那我們當年是因為知道了這邊紅棗期都會有缺人缺工的問題，那我們就來這邊幫忙。然後幫忙後發現說，哦，這個問題真的非常複雜，非常的大，所以才決定要整個搬過來，直接進駐在這裡。所以我們現在每天生活都是在這邊。下後也區要求用書法俾後生兒落來沙期，真係強力客團隊，也都唔但搶參加沙期嘅活動，未超定為後生兒嚟田種下溫港摘鳳州，沙期主家動搖發力。是我們剛好進駐了後一年，就剛好是遇到村子的200週年的一個就是建村紀念，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一起加入扛轎，然後一起就是去北港進香，其實透過這樣的關係去建立緊密的情誼。比較類似工作假期的方式來號召大家來做，我們找大家來幫忙，工作假期來幫忙，雖然也是有錢賺，但是大家不是為了這個錢來的，其實比較像是真的是來幫忙的。一條後生嘅學期一條來啊幫助一沙期呢，所以講對我一條會較老嘅觀念啦，嗬，佢會對一個安尼所個錯害啦，佢安一個沙期嘅派呢發通啦，叫佢協助一條，嗰個老年嘅發通叫佢來協助，安尼非常嘅好，帶動人家增值沙期嘅活力。大港灣協也嘅發通連排嚟嘅客人，可屬以為2道盤，也係2道嘢是為用料有限，都為辦公嚟到亞天數。到最後，我們就跟他們變很好朋友，然後就變成說，我們每年都會回來。然後他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我們就覺得好像很有趣。大生就是這樣，就覺得好像有趣的事情，我就去參與。那來參與之後，果然也不錯。
强力客落来过后，发现手边上早送嘅一类草鞋种，故所其他条就相关来研转草鞋文化，就去同在地嘅老人家来学打草鞋，和请先生来开课教学。这就你们刚刚整理好的稻草，那我们要用就是捶打的方式，让它就是因为稻草的这个叫什么骨干啊，一节一节，所以我们大概在编织之前就会做一个捶打。先生经9年用嚟做，和同重点工作同详细，福建同认真听人做，其中有一道係沙琪媽媽強下來學。做起啊吼，伊個地位地方呢，就是當窮苦嘅農業社會吼，家下呢伊個就去山鄉，伊個村民啊去山鄉飲潮啦吼，我就去伊個河壩鄉後龍蟹嘅作嘅啦吼，所以作家下冇安尼運動鞋。所以編一個草鞋，草鞋呢，當時家喺福記村啊，雙福記，有啲就係草鞋莊。草鞋莊意思呢，這個規則嘅莊頭呢，佢哋河壩匠呢，富人家呢，就做草鞋為生。佢先生呢，就隨攞去做人工嘅。強力客團隊希望要同在地嘅草鞋文化帶動起來，出題辦教學，慢慢了解研發出一道同草鞋相關的些東西。我覺得這是一個之前過去的一個生活的習慣，在地的生活的一個習俗。可是這樣子的文化其實已經消失了。然後我們希望說，透過我們開始去學習這件事情，然後因為我們要先從自己先學會，我們才有辦法去當那個傳遞者。因為推廣這個東西，我覺得越多人越好，因為一個人總是有限。對，我每次都很希望，就是我教會的學生可以複製再複製。加草從中間這一格加進去，疊才會好看。今年吉亞島土沙期潛到一類新嘅農業嘅素材，同冰島嘅旱嘅冬久嘅做成點重新設計過，用塑料、韓國對環境友善嘅材料來打造吉亞島上位嘅設計體。木材它其實就是帶來溫和的、舒適的一個感覺，一直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所以我們選擇以青木構造作為主要的一個設計的來源，然後同時以就是木榫接呈現木構造的力度，然後去呈現整個空間的感覺。嗰時都呢度兩片就像係專業化啲嘅舞卡咁樣，就有舞卡嘅感覺。添幾多視頻啊，添幾多做動作嘅事情，然後做編草鞋，還有前頭事情做對做。因為我感覺兩片有後生人做對呢度社區做動作嘅事情就動好高。我們希望這個空間它是一個文化傳承的空間，就除了草鞋之外，我們還有在地客家媽媽很會的，就是一些字物，然後或者是一些有些會小手做的，我們也希望將這些手做的課程可以就是融入到我們這個空間，有更多元化的發展。呢度位團隊同各地都連接未到，電影過後見到發現逐點草鞋，用行嘅類範度協樣便利嘅話，可以擺放各地嘅產業團隊。是馬鈴薯的一個很大的產區，西南里以前叫做韓吉鎮啊。逐點草鞋，韓國都市田中下，韓國茶嘅類類稀稀嘅態度，韓國農都，一站見到嚟到園林富美，去擺放在地嘅農作團體。未強下嚟體驗採收農作物，大部分希望就是可以隔下面一點，越隔越下面越好。對，因為這樣你才有空間去做修整。對，用這樣子拉過來的，不是用鋸的。
纷纷的农作係有機農業結合後生人的團隊，平常時出嚟經營農業，未打幫小旅行帶民眾來認識沙溪文化，也把草海環島發通嘅理念，未東向吉亞島。所以我覺得透過這樣草鞋環島的串聯，可以讓更多的人看見，不管是我們在做的事情也好，也讓我們看見更多不同領域的人在做不同事情的努力。我覺得這樣是很棒的。自己在石牆村這麼久了，然後其實看到石牆村這麼多很棒的地方，我們希望透過環島這件事情，將在地的文化可以傳遞出去。像草鞋這件事情，其實是就是比較跟生活緊密相連的。對，我們希望草鞋之後做出來，它不是一個擺飾，它不是一個裝飾，我們希望它可以真正走出去。做定草鞋行出去，上位要行卡到人看得到。嗰種野島前來動物翕相嘅盤，用風彈嘅方式來翕紀錄片，上位製作出3分鐘嘅影片，用拖沙區平台上來放送。我們想要它就是比較忠實、誠實的去思索一下，他們過去幾年他們團隊在做的事情，在做什麼樣的事情，什麼樣的理念呢？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呢？那今年他們又有什麼樣新的方向在做？哦，這些資訊是我們的客戶可以就是比較快去了解的。那這樣子的外地串聯，我覺得是更能夠連接我們在地的一個朋友圈，就是你不會覺得你是一個人在一個地方陌生的地方做一件事，你會想要其實還有其他人在一樣陌生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Hello， 志富依云，嗨，終於走到了，辛苦了。這邊就是建國一村。對，這裡就是我們建國一村的大門，它有一個牌樓。唔但將行業農村，吉亞島未去拜訪建村，去到園林富美嘅建國建村，看目標用種類嘅沙草嘅草藝，未同各地嘅後生人交流，同採體成功嘅經驗。其實台灣有蠻大的一群的年輕人，那他真的想要透過他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一些事情。對，那這群人只是因為他在散落在台灣各個不同的地方，那我們就覺得如果能夠透過某種機緣，可以互相認識，彼此找到說，其實有這樣的人在，你不是孤獨的。對，我們就覺得它是一個同溫層，可以互相激勵、互相連接的一個機會。發現其實這個眷村的這個文化，其實是已經淡忘在大家的回憶裡面了。透過這樣子，我們草鞋環島的過程，重新挖掘這樣子的記憶，其實是覺得是很好，對我們來講是很好的養分。因為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青年的力量，然後讓這件事情可以被更多人看見。做草鞋環島計劃，為去拜訪實地嘅全台灣各地嘅青年團隊，相互交流認識以外，還會同18年內翕好勢。那這些團隊很努力在做，那我們用這樣頻道的形式把它永久保存下來，隨時隨地他們需要去介紹他們東西的時候，他們都可以用這樣的素材。對，那這個也不是算共好啦，算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在做什麼樣的事情，而且去認識更多有在做同樣事情的人，他們彼此之間會自然而然的去做聯繫。OK， 好，放上來前面一點。見到熱站，吉亞島就同愛拜訪嘅團隊成員兩腳嘅長春，環島結束過後，會同吉亞島展出一雙草鞋，送本吉亞島表示祝福。我以前其實沒有想過可以讓一個文化它的草根性完全回到這麼簡單淳樸的一件事情。對，那穿草鞋環島，當初我其實聽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哈，什麼？這可行嗎？就是這件事應該是一件蠻辛苦的，而且，不是那麼容易達成的一件事，我覺得啦。那的確他們已經開始去做了，而且他把這樣的一個文化的意念就是帶出去，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草鞋它其實有一個意義啦，就是它其實是就是它是一個祈福或者是一個辟邪的一個用意。然後我們希望說每個在地奮鬥的青年，然後我們送給他們一雙草鞋，就是代表我們對他們的祝福，然後希望他們可以趨吉避凶，可以順利的存活下來。打幫一雙草鞋，同各地沙溪後生人連結起來，吉亞島鋪市鋪條，甚至許多台灣各地拜訪。
唔單止好值，未有確實嘅行頭上富故地，會同其他島對土地嘅熱情同故事傳出去。